湾到底敢有欠电、有核能的政策哦，嘛拢有真侪讨论。虽然国民党是表示讲，因修法是要互退休的核能机组会当继续跑，是要帮主张恢复家园的民进党来解套。也毋过针对这个修法哦，各界嘛是有提出真侪看法。今仔的解剖新闻，咱就请怡珍来为咱整理说明。是主播。立法院今仔日排审国民党团核主反映起《设施管制法》第6条的修正草案，想要让这核电厂会当继续放落去。昨暝就有民间团体靠民众去立法院外口要抗议这条法案。这个人也修法的草案重点就是要放令核电机组申请换照的年限。这照目前核管法的规定咧，这核电机组运转执照的期限是40天。若想要继续放落去咧，就爱伫执照到期进前的5年到15年这中间来申请换照。若无这期限一个到，机组都袂使佮运转。目前核一厂、核二厂、核三厂是都已经超过申请换照的期限啊。尤其是这核三厂的1号机咧，是伫咧今年咧7月27这个月27就要停放啊。所以呢，也才会要紧修法，互核三厂会当继续运转。针对核电的议题咧，伫日本福岛核灾了后咧，是有愈来愈侪台湾人认为核能的风险伤悬啊，所以就加入废除核能的运动来生产绿电。不过最近台湾各地头咧，常常出现这停电的问题，昨连外岛金门都全岛拢停电，影响4万户。尤其即阵热人用电量是增加啊，台电备转的电力出现剩无10%的情形。所以，这台湾欠电的几率咧，就变甲愈来愈深啊。蔡英文政府咧，要提出2025年恢复家园的目标。若总统赖清德伫咧竞选的时，嘛答应要延续这个政策。不过，针对核电敢要继续放，经济部长郭志辉虽然强调讲，咱台湾的电有够用，因为煞嘛讲咧，各种发电咱台湾拢是需要的，这嘛包括核电。总统赖清德就任满1个月时，宣布成立国家气候委员会，要讨论净零碳排相关的议题。不过，包括核适的董事长董子贤，也就是气候委员会副调一人，伊是主张讲，这核电厂咧就爱继续来放落去。这前中研院院长李婉蝶，伊是气候委员会顾问，伊嘛讲国内目前也是需要核能的。这个言论呢，是毋是代表台湾电力供应的问题实在吃力？赖政府呢，就需要改变能源的政策来做应对。今仔日国民党团是提出修法，这对执政党来讲呢，到底是解套还是有后卡，需要继续来观察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登去有主播。